歡迎返到嚟黑卡睇深夜電台。喺月光同十字路口之間，我哋一齊嚟探索魔法、靈魂同人生嘅選擇。今晚我想同你傾下阿卡西記錄。阿卡西記錄啦，咁其實係一個好出名嘅一個概念啦，亦都好多人會有聽過咧。喺呢個宇宙裏面，其實有一個領域，有一本書係記載晒你嘅一生，記載晒你累世，整個靈魂嘅一切旅程。咁而阿卡西記錄咧，咁亦都有啲人可能未必聽過，呢個名啦。咁但係你可能會聽過佢一啲其他嘅講法，或者其他嘅一啲歷稱嘅。咁唔同地方、唔同宗教、唔同嘅概念啦。咁可能就喺基督宗教會講話，可能你死咗咧，咁其實就你翻去上帝嘅時候，咁上帝咧有本帳簿會記錄晒你做咗咩好事，做咗咩壞事。咁可能咧，你聽中國傳統嘅嗰種我哋講本土嘅宗教啦，咁其實咧反而咧就可能會話，到你死咗見閻羅王嘅時候咧，都會有個生死冊嘅，都會有記錄你又係做啲咩好事，做咩壞事嘅。咁唔同宗教都有唔同嘅講法嘅。咁但係我哋講阿卡西記錄咧，其實佢摸定你做咩好事，做咩壞事。佢更加重要咧，其實就係咪真係有一本書去記錄晒你所有人生裡面嘅課題，而且過去嚟過幾多世，未來會去咩地方，係咪全部都喺晒裡面呢？咁首先啦，阿卡西記錄啦，咁你假設呢個世界有一本書啦，記載晒我哋講你嘅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咁你去問自己一樣嘢，你會唔會想揭開佢睇先？咁好多人啦就相信啦，其實阿卡西記錄咧，佢就係一座記錄咗所有靈魂經驗嘅一個宇宙圖書館。而呢個宇宙圖書館咧，唔單止記錄咗你喎，記錄晒所有人、所有嘅靈魂、所有你做嘅嘢，都喺晒裡面嘅。咁我今日就想介紹俾大家聽阿卡西記錄到底真正係啲咩嘢，同埋係咪真係一樣咁玄幻嘅事情？係咪每件事情都可以睇到啦？仲有一個好多人會問嘅問題，如果乜都已經記錄晒喺裡面嘅話咧，咁即係人生就已經有晒劇本啦。咁我哋仲有冇呢個自由意志咧？咁阿卡西記錄啦，其實佢阿卡西呢個名源自梵文嘅，咁代表異態啦，或者空間啦，代表一個空間嘅記錄，一個異態，靈魂層面嘅一個記錄啦。咁而好多通靈者啦，亦都包括我自己咧，其實透過通靈咧，連結阿卡西記錄咧，的確係有一個咁嘅空間嘅。佢記錄晒所有靈魂嘅經驗啦、思想啦，同埋唔同嘅可能性，係一個靈性嘅一個圖書館嚟嘅。咁你可以透過唔同路徑去進入嘅，咁亦都包括常見嘅，就算你去誠品咧，你都會見到有阿卡西記錄解讀嘅一本書嘅。咁嗰個作者啦係一個博士啦，咁其實佢有一套方法，有一個祈禱文去帶大家透過祈禱文去進入。咁呢個一個最常見進入嘅方法，的確有效嘅。我亦都有用嗰個方法去進入嘅。咁亦都可以透過咧，隨住時間咧，可以透過冥想直接進入，亦都可以咧就係夢裡面進入。有好多唔同嘅進入方法嘅，只要入到去睇到就得噶啦。咁而佢咧唔係一個好具實嘅一個地方嚟嘅，唔係話好似喺地球嘅某個位置或者宇宙嘅某個位置，其實佢係一個形而上嘅空間嚟嘅。佢唔係一個真實好 physical 存在圖書館，而係靈魂呢個圖書館。所以佢係一個宇宙之間，你可以想像更高維度嘅時候，佢有一笪咁嘅地方係真實存在嘅。透過我哋講嘅提升自己嘅頻率啦，透過冥想啦，透過祈禱啦，係可以進入裡面。你喺裡面有機會會見到咧唔同嘅我哋叫 spiritual teacher， 一啲靈性嘅導師啦，包括我哋講嘅7道火焰嘅守護者啦，包括可能你聽嘅耶穌基督啦，包括你聽嘅可能佛陀啦，你聽過一啲好出名嘅啲聖人咧，都可以喺裡面嘅，唔出奇嘅。咁好多時候進入嘅時候咧，會見到好多天使喺裡面嘅，佢好似幫助呢個圖書館去運轉嘅。佢亦都有一個大天使去守護住佢嘅。
咁阿卡西記錄其實係咩嚟嘅咧？第一樣嘢啦，佢冇咁多人講到咁 fancy 嘅，咁誤解嘅。佢唔係你人生所有嘅事情，每件事情都放入去嘅。佢唔係嘅，佢其實會記錄咗一啲重要嘅事情，尤其是咧今世你需要學習嘅課題。阿卡西記錄咧記錄好多關於課題類型嘅嘢嘅，就係過去你經歷咗啲咩課題啦，你而家經歷咩課題啦。佢唔會將啲雞毛蒜皮嘅嘢都擺埋落去嘅，即係例如可能你今日食咗個菠蘿包，跟住飲咗杯水咧，咁呢啲咧就未必喺裡面嘅，唔一定完全喺裡面啦。但係咧通常都唔喺裡面嘅，除非嗰件事情係同你一啲課題高度相關嘅。咁而阿卡西記錄咧都會記錄咗就係你呢生最重要需要處理嘅嘢，亦都包括就係過去即係咁多年裡面啦，咁多世裡面啦，一啲遺留到而家嘅課題，亦都會記錄咗咧。其實點解你會揀你父母啦？你點解你會有呢啲朋友啦？呢啲人其實側邊係幫你啲咩啦？佢都會記錄晒嘅。亦都包括你嘅靈性導師，你相熟嘅靈性導師，到底邊個係你嘅即係揚升大師？咁會喺埋裡面嘅。咁所以啦，去解讀阿卡西記錄咧，其實第一個最大可以幫到大家嘅地方咧，其實就係去睇你嘅靈性課題，到底點解你遇到啲事情咧係冇辦法解釋嘅時候，進入去睇。包括有啲人咧，有啲閒咧，佢揾我哋話做通靈或者做阿卡西記錄，佢唔知點解就一直都好驚水，好驚海，但佢明明今世咧就冇同海有啲咩淵源。咁呢啲例如睇阿卡西記錄咧，可能會見到咧就係原來佢喺之前某一世咧係溺過水嘅，甚至好近，所以佢對水有 PTSD 嘅。咁呢啲係會睇到，所以有啲嘢咧你今世冇辦法解釋嘅嘢咧，透過阿卡西記錄咧係可以睇到，亦都包括就係一啲今世即係出現咗嘅事情，重重複複，來來回回都係再經歷嗰啲嘢，包括啦，例如可能就係同原生家庭父母一直都搞唔掂。又或者可能係今世唔知點解不斷遇極咧，都係一啲渣男或者渣女，咁到底要學啲咩咧？咁呢啲亦都喺阿卡西記錄裏面睇到嘅。所以阿卡西記錄咧，其實係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嘢，而啲嘢咧其實都係幫到大家去解決而家嘅問題。咁呢個第一樣嘢啦，的確阿卡西記錄係可以即係百無禁忌咁嘅問題啦。咁第二樣嘢啦，就喺阿卡西記錄裏面，呢個圖書館裏面一個好大嘅意義，亦都好少人知嘅，就係佢可以做療癒。喺阿卡西記錄裏面做療癒咧，其實係一個靈魂層面嘅療癒，等同一個靈魂嘅手術，可以令到你整個靈魂得到一種淨化啦、重生啦，同埋一種療癒，變咗你過去一啲嘢、過去世一啲嘢或者今世一啲嘢，都可以得到清除同埋淨化。咁呢個就係阿卡西記錄咧高階嘅時候可以做到嘅嘢，亦都的確咧，我哋都會幫客人去做呢樣嘢。咁所以啦，即係佢會有兩個方法啦，兩個工具啦。咁一個就係解讀阿卡西記錄啦，另一個就係療癒、清除一啲我哋講阿卡西記錄裡面你靈魂上即係遇到嘅困難啦，靈魂上需要被療癒嘅嘢啦。咁呢度咧，咁亦都有另一個問題啦。咁既然我哋知道點去進入啦，進入咗去做啲咩以外啦，咁都會有客人去問咧。咁其實係咪注定咗一啲嘢嘅咧？係咪你人生嘅所有嘢都注定晒嘅咧？咁其實如果有聽我啱啱講嘅話咧，你可能大概估到一啲。因為阿卡西記錄佢唔會記錄晒所有嘅嘢，所以事實上咧有好多空間咧，你可以去調整嘅，可以去變化。而佢主力去記錄嘅係一啲課題，所以啦，佢唔代表你嘅命運已經寫好晒嘅，佢只係代表咧你呢生裡面入落嚟咧，其實你原本係有一啲即係我哋講嘅命運，有一啲係真係需要經歷嘅嘢。我哋講嗰樣嘢就叫即係個靈魂嘅關卡，嗰啲咧就真係不能變嘅，你無論如何都會遇到嘅。但個問題就係你遇到嘅時候咧，你點樣去解決佢咧？咁就判斷就嗰樣嘢之後仲會唔會影響你。如果你係可以解決到嗰啲課題，完成咗啲課題嘅話咧，咁其實嗰件事就已經完咗啦。
你可以掌管你去面對呢個課題，或者唔面對呢個課題噶嘛。你可以話我唔做啦，我下世再做噶嘛。咁所以佢唔係一個命定嘅，但佢的確有一啲地方咧，有一啲事情係會發生嘅。咁但係都唔一定咧係用一個固定嘅方法發生嘅喎，佢可以係用唔同形式發生，可以有變化嘅。咁有啲人就問啦，咁其實例如我睇阿卡西記錄，我知道咗有呢啲咁嘅課題啦。咁其實我仲做呢啲咩塔羅啊、占星，仲有冇需要咧？人生仲需唔需要努力咧？咁就翻返嚟啦，就係命運唔係注定嘅，只係你有一啲課題注定啫。所以大部分嘅嘢咧，你仍然人生係需要努力嘅。而我哋講塔羅啊、占星啊，解決即係你人生嘅唔同範疇嘅嘢咧，仍然係有幫助，仍然係需要嘅。所以未來既然唔係完全固定嘅話咧，我哋嘅選擇係高度有意義嘅。咁而另一樣嘢啦，即係另一個解讀啦，其實就係阿卡西記錄只係一個劇本啫，就係嚟之前咧，你編排嘅劇本，你希望你嘅人生係用呢種形式去出現嘅。但係咧並唔代表咧真實演嗰套戲嘅時候咧，你唔可以變化嘅。就算你知道個劇本，你仍然可以改變佢，你仍然可以調整佢，你可以用唔同嘅形式去展露出嚟，就唔代表係個結局嚟嘅。每個人啦，每個演員啦，佢都可以按照自己嘅風格咧去調整，即係表達個劇本出嚟嘅時候，就唔係話因為有劇本，所以我就木頭公仔咁樣啦，扯線公仔啦，就一步一步咧就不自覺跟住個劇本走。有啲時候係嘅。亦都好多時候咧，你有得揀嘅，而每個選擇延伸出嚟去衍生後面嘅嘢咧，亦都係你可以選擇嘅。你想象咧就好似一個互動嘅小説啦，劇情可以改啊，可以調整嘅。但係每一次揭下一頁咧，都要由你自己親手去做選擇嘅。命運咧，其實只係提供咗個方向，而你嘅選擇咧係決定咗個旅程點樣行。咁人生啦，正如啱所講啦，的確係有一啲靈魂課題啦。就例如點解一直會遇到相似嘅人啦？點解重複嘅事情會反反覆覆咁發生啦？點解有啲人好似天生就注定有一啲使命喺度咧？咁呢啲咧，全部都喺阿卡西記錄裏面咧，去揾到答案嘅。咁所以咧，有興趣揾我哋即係開阿卡西記錄啦，或者你對於自己人生、對於目前情況迷茫咧，咁歡迎聯絡我哋嘅。因為開阿卡西記錄係一樣，我覺得每個人都係好有需要做嘅嘢嘅，即係一生人至少要開一次嘅，因為佢可以解決到你好多人生嘅疑惑，甚至釐清你而家要做啲咩嘢，而唔係咁樣落到呢個世界，跟住完全唔明、完全唔知嘅情況，好迷茫。靈魂嚟呢一生之前咧，其實早就已經決定咗要學習嘅課題，所以預先設定咗啲課題，但係你點樣去應對啲課題咧，係你自己去選擇嘅。而開阿卡西記錄嘅幫助就係令你預先知道個課題係咩，更加容易去答啱條題目。好啦，咁翻到嚟啦，就係既然我哋知道可以開阿卡西記錄啦，甚至阿卡西記錄可以針對做一啲療癒啦，咁如果係你又會唔會想去睇你自己人生嘅劇本咧？如果有人啦可以好100%地同你講，你10年之後遇到邊個，你幾時會結婚？你幾時會成功？幾時會失敗？甚至知道幾時生命嘅終結咧？你又會唔會想知咧？咁有一啲嘢咧，我覺得其實冇必要知嘅，包括幾時唔喺度啦。可能有啲重大嘅事情就係可能邊一個，舉個例子，即係邊個人先至係我嘅靈魂使命啊？邊個人先至係我哋講嘅靈魂伴侶啊？雙生火焰啊？又或者呢個人係咪正緣啊？咁呢有一啲嘢咧，其實係值得去了解嘅。有啲嘢咧，其實我覺得要保留啲懸念嘅。咁呢個亦都係阿卡西記錄嘅一個執行師咧，佢嘅功力啦。有啲嘢佢唔應該講。咁當然啦，其實即係喺我嘅經驗嚟講啦，開阿卡西記錄咧，其實如果嗰樣嘢唔應該講咧，佢會有指引同我講話唔應該講嘅，咁我就唔會講。即係可能我哋講揚升大師直接同我講啦，或者天使特登去遮住一啲嘢啦。咁呢啲咧好明顯咧就俾佢牽鎖咧，其實就係唔講得住嘅，有啲位置。因為咧正係因為有啲嘢唔知道咧，即係我哋人生先有嗰種期望噶嘛。
所以有時有一啲嘢知唔到咧，或者俾人揞住咗、遮住咗，唔俾我睇啦。其實佢唔係一個命運嘅缺陷嚟嘅，佢正正係咧生命俾我哋一個最大嘅禮物。未來咧其實唔係已經決定嘅，雖然佢有一啲靈魂課題，雖然佢有啲靈魂使命，但係你嘅每一個選擇咧，都係改變緊我哋講亞西記錄嘅，改變咗未來亞西記錄，甚至過去亞西記錄。所以如果人生真係要有呢個劇本嘅話咧，佢唔係一樣嘢已經寫好晒啦，而係一本我哋講話每日都等緊你寫嘅日記。咁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啦，願月光指引你嘅道路，我係星月巫師，咁我哋喺下個十字路口再見。咁都係啦，有興趣去聯絡我哋，揾我哋諮詢啦，例如我哋塔羅啊、占卜啊、通靈啊，亦都包括開阿卡西記錄啊，甚至即係你有想揾我哋做儀式嘅話咧，咁都係啦，可以聯絡我哋嘅。咁啊，就係我哋嘅 WhatsApp 啦，直接可以同我聯絡啦，可以同小胡聯絡啦。咁亦都係記得加入我哋嘅 WhatsApp channel。咁我 WhatsApp channel 咧，咁會 update 我哋最新嘅狀況，亦都包括就我哋會有啲咩 service 啦。咁如果你加入咗 WhatsApp channel 咧，記得就 WhatsApp 埋我哋，咁我會送埋呢個《靈魂月刊》第一期嘅電子版俾你嘅，咁你可以睇到香港靈性雜誌啦。咁我哋喺下個十字路口再見。